今天是大降节的第一主日，大降节期主要是来预备迎接基督的诞生。庆祝大降节的一个方式是制作一个大降花圈和点蜡烛，这就是基督带给我们的礼物。大降花圈包括许多意思。花圈是圆的，代表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创始成终的。上帝对人类的爱也是无穷无尽。绿色的花圈代表长青及新生命，蜡烛的火代表耶稣基督带给世界的光。传统上带降蜡烛的颜色有3支是紫色，1支是粉红色，都是代表赎罪的颜色，提醒我们要依靠基督的帮助，才能恢复成创造人的荣美。圣诞夜我们所点的白色蜡烛，代表基督的来临。今天我们点着第一根紫色蜡烛，是象征希望期待的蜡烛。以色列百姓从先知那里听到上帝的应许，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传讲基督的话，宣告一名弥赛亚降临，借由他来成全上帝赐平安的应许。我们也期待拥有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希望就像光照在黑暗。当我们点着这支蜡烛，我们纪念以色列的期待，以及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希望。我们要继续在上帝的应许中来期待基督的再临，使爱、喜乐及和平充满我们的生活与全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着希望的光，我们感谢上帝。当我们预备基督的降临时，使我们也与别人共同分享我们的期待和希望。阿们。全地中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着感谢伊，懊恼伊的名。请敬拜团。
亲爱的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起立，用欢喜心情、欢喜的心情来学乐咱的上帝。咱搭自己伫上帝的宝座前，咱搭自己。咱搭自己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享受光耀的快乐，引带我行神圣的山路。咱搭自己。咱搭自己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享受高雅的快乐，引带我行神圣的山路。你敬学乐，顺境学乐，你敬学乐，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草草。顺境学乐，你敬学乐，我欢喜顺咱行天路。咱搭自己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享受高雅的快乐，引带我行神圣的山路。你敬学乐，顺境学乐，你敬学乐，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草草。顺境学乐，你敬学乐，我欢喜顺咱行天路。顺境学乐，你敬学乐，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草草。顺境学乐，你敬学乐，我欢喜顺咱行天路。伫台美的诗讲，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学乐伊的名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全地要敬拜你，迎喜学乐你，要迎喜学乐你的名。无论逆境、顺境，咱拢爱学乐伊的名。咱各一摆来唱这首歌，咱搭自己。咱来拍手。第一首，咱搭自己。咱搭自己伫你宝座前敬拜，圣洁的主你甲咱同在，每一日你拢享受高雅的快乐，引带我行神圣的山路。顺境学乐，你敬学乐，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草草。顺境学乐，你敬学乐，我欢喜顺咱行天路。再来唱过一遍，顺境学乐。顺境学乐，顺境学乐，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草草。顺境学乐，你敬学乐，我欢喜顺咱行天路。我心那里叫我的出小乐呀和华，用尽心尽切心心而乐意。一切一切拢伫给正义的智慧大观念，
咱听着欢乐敬拜来回应。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阿乐耶和华，用真实真诚的心心阿乐伊。天地一切拢伫坚持伊的美伟大权利，咱听着欢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都将流水为爱来彰显。我的阿乐你，全心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一切真实。欢喜出声，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阿乐耶和华，用真心真诚的心心阿乐伊。天的一切拢伫坚持伊的地伟大权利。那他就用光明白来回应。我的心啊，你着阿乐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阿乐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心阿乐伊。哈利路亚！一切拢伫坚持伊的地伟大权利。咱听着欢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都将我所为爱来彰显。我的阿乐你，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唯一的真实。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都将我的为爱来彰显。我的阿乐你，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一切真实。你是荣耀的君王，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都将我的为爱来彰显。我的阿乐你，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一切真实。我的阿乐你，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一切真实。你是创造万物都一切真实。咱就一切以后，咱就有咱的主，请坐。伫大美的诗讲，我把吞论听候耶和华，伊阿乐向我听我的求叫，伊对通行的现轻，对土地中扛我起来，互我的脚举伫石磨顶，互我的脚步徛我，伊互我的喙唱新的歌，就是阿乐阮的上帝的。侪人要看见来敬畏，也要倚靠耶和华。请咱安一心，伫主的面前听候伊。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目睭，我心所听，放落家己。
予你领带。你是神圣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顾。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撒我，永远一生，予你的这个家。来唱。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候听你的声。请姊妹来唱。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候听你的声。我的无车，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予你领带。你是神圣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顾。有你领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撒我，永远的心，予你的这个家。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顾。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撒我，有我一生，予你的这个对象。兄弟姊妹，这是咱三个来压口祈祷。天父上帝，有时阵我会想讲，为什么你还未回应我的祈祷？有时阵我真着急，伫你的面前讲：主啊，主啊，请你做工；主啊，主啊，请你较紧来改变我的困难。主啊，我真着急；主啊，我真怀疑，为什么你还未做工？但是主啊，今仔日我伫你的面前要对你讲，我要听候你，我要听候你的时间，我要听候你的计划。我要甲你讲，主啊，我相信你，我知影你已经听到我的祈祷，我知影你已经了解我的困境，所以我将我家己所有的困难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伫有一天，你会用上好的方式来帮助我。有一天，你会用你的疼痛，用你的大权能来改变我的生命。所以我将我家己交托伫你的手中，我嘛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丈夫、我的囝、我的爸爸妈妈，拢交托伫你的手中，因为我相信你，你是信实的神。只是我对你讲，主啊，我听你，我爱你，我全心全意要来跟对你。咱众人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候，听你的声。我的无声，我心所听，放落家己，予你领错。你是神圣的上帝，你是我的照伴，有你领错，我拢总免惊。手紧紧牵我，你永远袂放下我，用我的心，予你的真理对照。你是神圣的上帝，你是我的照伴，有你领错，我拢总免惊。手紧紧看我，你永远袂放下我，用我的心，予你真理对照。你的手紧紧看我，你永远袂放下我，用我的心，予你的真理对照。会众请起立，用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使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三甲来启用。启应文49篇，是圣诗的后面，也是以赛亚书55章。现由我来启，请兄弟来引。来，嘴大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面。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面。那着用劳苦赚的钱买食袂饱的面。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享受上好的食面，互恁满足。趁找着上主的时来找伊。趁伊有坏时，就来求叫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不义的人就放松因的计谋。就归向主。伊要怜悯，要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白白赦免。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恁的道路，毋是我的道路。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嘛加遐悬。好甲势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运得土地。要互野种的有种子，互人有美苗。对我的厝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绝对袂空空倒倒来我遮。
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我会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平平安安到厝，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田野的树木会拍鼓仔欢迎，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上白，有草市的所在会发射流，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要做坚固不变的记号。三甲甘心来祈祷，万权能的爸上帝，阮感谢俄罗你的恩典，经调阮成做你的囝儿，伫你所定的日子，平安到圣殿，甲众兄弟三甲组织敬拜俄罗你。恳求爸上帝帮助阮，通时时警醒家己的信仰，反省明白家己的罪过，通悔改。对罪更较敏感，减少犯罪，得失上帝的机会。阮是罪人，本无配得这个恩典，是你照家己大声定着欢喜的旨意，警调阮，白白赏赐阮救恩。你知阮拉三无清气，袂当甲主相合，为了洗净阮的罪过，救赎阮，差派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伊并无犯罪，伊顺探爸上帝的旨意，定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互阮通相信。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仰望十字架的大能，称作伊完成救赎，也赏赐信心来大伫阮每人的内面，成做阮随时的帮衬。恳求主时时警戒阮的信仰，因为阮犹原会受到恼我情欲的颠盘。伫无注意的时，就会来犯罪。有时对真理认捌无够野，无够真切，就会伫信仰行罪顶面产生偏差。独通倚靠主耶稣的怜悯、信心的引带，甲上帝的话，不断来提醒家己，减少得失上帝的机会。恳求爸上帝帮助阮，确信上帝立你万事。有绝对的主权，甲美好的旨意。你袂捌留一项好物，互遐会行做正直的人。恳求主常常引带阮，伫圣工顶面三甲有份，互阮的心怀意念甲行做，拢会当甲得救的阮相合。赏赐阮敬畏爸上帝，尊主最大的心志，较慕上帝的话语，经读圣经，亲捌上帝的教示，坚固阮的信仰。祝福阮所敬听的牧师、牧师娘，赏赐因教业的智慧甲气力，带领教会、传道、新学生、种植同工、三甲共生做事工，坚固正会友的信仰，保养福音，兴旺教会。祝福今仔日的礼拜，通荣耀主你圣名。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12到26节，国语和合本84页，台语汉语本70页。现了我来读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12节，耶稣伫一个城，拄当一人变成太高。看见伊，就面趴伫地里，求讲：“主啊，你若肯，就会互我清气。”13节，伊伸手望伊讲：“我肯，你通清气。”太高即时拄去。耶稣吩咐伊，无得甲人讲，独着这种本身，互祭司验，也为了你得到清气，献摩西所吩咐的，来做证据伫人。总是伊的名声一发报扬，规大阵的人自责要听，也要得到医好因的病。若是耶稣替其踮伫旷野祈祷。17节，有一日，耶稣在教示人，
有法利赛人甲教律法的先生伫遐咧坐，因是对加利利、达乡社、甲犹太、甲耶路撒冷来的。主的权能甲耶稣伫地，互伊医好人。18节，拄当有人将袍仔光半随下来，要光入去下伫伊的面前，因为人济找无芳通光入去，就顶对厝挂中将人连袍仔推落去，下伫中央，伫耶稣的面前。耶稣看见因的信，就讲：某人啊，你会做啥啦？21节，经学士甲法利赛人就议论讲：这个讲占权滥散的话的是实罪啊！上帝以外是谁会赦罪啊？22节，耶稣在因的议论，就应讲：恁心内在议论啥物啊？讲你会做啥？也是讲你起来行，打落一项较紧。24节，总是要互恁知，恁主伫地里有权通赦免罪。就甲半随的讲，我甲你讲，起来，拿你的袍仔倒去你的厝。迄人伫众人的面前，即时起来，拿伊所困的倒去伊的厝，归荣光上帝。众人拢戆影，也归荣光上帝。佫满心惊吓，讲：咱今仔日看见意外的事，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佫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兄弟大平安。平安。今仔日圣歌队要来献的诗歌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要邀请咱兄弟，就是第3节的时阵，甲阮做伙来唱。请咱兄弟做伙来唱。
正道题目是隔离甲变随，请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不管伫倒落，拢做伙伫地。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个主日，事实上过去的基督徒，就是差不多主前、主后4世纪以后的基督徒，对4世纪进前，意思就是差不多约略要1400年进前的基督徒，因着对迄时阵开始庆祝大港节。今仔日咱拢掠做圣诞节是咱教会内底真要紧的节期，所以咱拢采圣诞树、摆圣诞灯等等。总是事实上，早前的基督徒是过大港节期，用过一个节期，所以圣诞节是大港节期的上尾，透过迄日来纪念主耶稣的出世。上早的基督徒是40天，后来改做4礼拜，所以用点蜡烛的方式来象征。事实上，基督徒咧过，事实上早前的基督徒是透过即天，就是即天开始，主日开始，这是当作新年的开始。总是基督徒的新年，毋是放炮啊，是点蜡烛火，表示伫咱这个黑暗的世代。伫咱这个罪恶的生命内底，咱爱会记得犹原有基督的光伫内底照出来。愿上帝平安，甲咱做伙伫地，做伙来祈祷。求主显明你的光，照伫阮的心，互阮照伫阮所伫地的这个世代。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相信前一阵啊，伫赖群组内底，咱拢有接到一个真热门、真热转发的信息，标题叫做“确诊新冠肺炎是安怎要隔离14天？圣经早就互咱答案。”我毋知影咱有接到这个赖群组的这个讯息啊无？我看到当然做牧师会真好闲、真好奇的点入去看，内底其实就是引用利未记13章。利未记13章其实是对得到胎哥病人的隔离方式，实际上也是今仔日咱。一般咧隔离的方式共款7+7，第7天加7天。胎哥病过去是绝症，因为这是一个无药通医，早前无药通医的病症。对主前1000年，伫埃及就有这个记载，当时的人就得到这种胎哥病。实际上，这个胎哥病爱直到1873年。挪威的医生亨森，伊发现一种病菌，这种病菌病毒啦，应该讲病毒，这种病毒叫做麻风杆菌。才了解理解，这就是胎哥病伊的传染的来源。古早人就知影讲，这种会传染，总是要哪来，是安怎来，是安怎会这么严重？过去的人无人知。不过，要真正伊会好势，爱到1940年代抗生素的发现。对这个发现了后，才会当根治上时互胎哥病会当治疗。实际上，圣经内底所描述的胎哥病，那照现代医学来看，应该是真侪种的皮肤病。意思就是讲，迄个皮肤病有真严重的，也有真无严重的，就亲像真侪查甫囡仔会得到香港脚共款。迄个就是皮肤病。若得到香港脚，
的话，咱袂来讲迄太高对无？咱袂来讲安尼。不过过去的人看袂出来，因为即种皮肤病生伫身躯顶头，互人看见，伊会发现伊皮肤发红，也是甚至烂去，看起来迄个病症真类似，总是缀即个病程，破病的历程发展会变做真无共款，所以咱甚至会当来分做是叫做汉森，就是这种汉生病，加这最严重的病，以及较轻的皮肤病。这是现代还有法度安尼分，我想现场嘛有真侪医生，所以医生嘛会当教我即种安怎判读即种皮肤病的状况。不过，若得到胎哥，就是即种很神即种病，患者就是会好，后来会好，会留落真明显的病症。亲像伊的皮肤会烂去，伊的五官会变形，伊的手甲骹甚至到尾爱拉久无长，甚至会死亡。所以伫古早时，只要人得到即种病，就爱甲人群来隔离，因为只有即种方法，才会当互即种病无搁安尼传出去。利未记13章第45节到46节就是安尼记载，咱做伙来读看卖啊吼。有胎哥的镜头的，伊的衫裤着疼你，伊的头毛着拍线，伊的喙的顶唇叫讲无清气，无清气。镜头伫伊的身躯下日，伊就无清气。伊既然是无清气，伊着家己点伊的所在伫野外，所以上帝律法是安尼来记载，讲来一个胎哥的病患，真远真远就会当认出伊是胎哥的。安怎认出来？就是伊爱穿破衫啦，伊爱穿破衫哦，然后伊的头毛爱规个散散，然后老人挖滚伊就来讲我胎哥，我胎哥啊。简单来讲是安尼，透过安尼来经教人讲毋通接近伊，毋通接近伊，所以因就是隔离的人，受隔离的人。透过安尼，免到遐其他无辜的人也感染受害。实际上，这甲今仔日的情形真类似。实际上，台湾搁伫即种边境真严格控管的下面，只要出国去旅行或是工课，转来到台湾，其实拢爱隔离一段时间，才会当互人放出来。实际上，这就是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咧对咱讲的。路加福音第5章12节咧讲这个故事。咱做伙来读路加福音第5章12节，做伙来读来。耶稣伫一个城，拄当有一人骗身胎哥，看见伊就面趴伫地面，求讲：主啊，你若肯，就会互我清气。照路加的记载，这人是主动来耶稣的面前，咱拢知影，我拄安尼讲，咱就知影，古早时即种人出现，就大家拢认得出来。甚至当时照当时的记载，是真侪人会举石头来点伊，是安怎？伊就胎哥啊！咱惊讲迄个台语，这个胎哥就知，即人真正，所以这个人是安怎会当安尼走来到撞来到耶稣的面前？伊一定是找着芳啦！换一句话来讲，一定找着芳啊！耶稣边仔无人啊，紧撞去，紧撞去。相时，伊也亲像彼得共款，用趴落伫地，趴伫地面，这个姿势，其实就表示
伊承认家己的有罪甲不配，总是伊来到耶稣的面前，伊无讲我太哥对无？伊讲啥？主啊，你若肯。伊毋是讲我太哥哦，咱会知影伊头一句话爱讲啥对无？迄律法有写呢。律法伊若无照律法行，会互用真正用石头钉死呢。所以伊毋是讲我太哥哦，伊是讲主啊，你若肯。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就叫做这人的决心甲勇气。这人的决心甲勇气。所以路加福音第5章13节，咱读到主耶稣的反应。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伸手望伊讲：我肯，你通清去。太过即时拄去。这人毋管伊会互人谄媚，互人牵石头，伊就直接找着芳就走去啊！伊压了恳求，这就是伊的决心甲勇气。总是咱爱知耶稣的第一个动作，搁较爱有勇气。耶稣做啥？耶稣伸手望伊这人的时阵，这个人一定心内底有真大的感受。我相信对伊，互人判做太哥了后，无人敢甲伊接触啊。事实上，就亲像咱今仔共款啦，无人敢甲别人握手对无？除伊迄个人你最信任的，除伊恁厝内底的人对无？甲咱今仔日做相共的，所以这个人一定心内底有一个真大的感受。对于互人判做伊是太过了，无人敢接近伊，甚至敢望伊，甚至咱爱知影一个看到人就讲我太过的人，这个人心内底嘛会感觉伊家己真正是太过，了解我意思无？伊的心嘛会判家己讲，我真正是无清气的人，我是对头到尾无互社会甲世界接纳的人。因为安尼，主耶稣的意志一开始毋是用伊的话，是用伊的行动。伊的意志超过人的想象，合情合理。一开始就答这个人讲，我接纳你。然后伊才讲我肯。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就是咱所信的主。这人违背上帝律法，表示伊已经走投无路，也说明伊相信叫做耶稣的这个人通帮助伊。耶稣伸手望伊，就表示伊愿意将家己交付予伊所服侍的人，这叫做耶稣的意志。耶稣说来对这人发出2个命令。头一个命令，路加福音第5章14节，刷落去。耶稣是安尼讲：耶稣，帮我换下一张碟。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耶稣吩咐伊无得。甲人讲，咱来知影，伫耶稣的服侍内底，上有吸引力的，就是伊是医生啦，对无？医生会吸引遐个破病的人就近，所以上有吸引力的，就是伊医治的关联。总是对即句话，咱就知影，主耶稣毋愿意互伊的医治的关联上过险目。伤过，互人注目，颠倒忽略伊其他要服侍的事工。第2个命令这人讲：你爱去看见祭司，照上帝律法要求来行。亲爱的兄弟姊妹，主耶稣伸手望太过病人，就表示上帝怜悯。
超越律法的限制，伊要即位受隔离、互人欺视、互人弃绝的人，表明上帝的恩典。主耶稣若要宣扬家己，就袂吩咐伊毋通甲别人讲，无得甲人讲，总是颠倒引起反效果，引起轰动。群众百姓要来就近伊的时，路加福音第5章16节是安尼讲：若是耶稣提起踮伫旷野祈祷，主耶稣心内知，这百姓来去因真侪百姓的情形，其实绝对会迷失家己。事实上，这就是咱这个世界的规矩，也是咱这个世界的迷失。因为咱时常用百姓的声音甲笑目来定义人服侍的功效，总是真做上帝的囝的主耶稣，以及真做上帝囝的咱，应该明白，咱无需要看到侪人、少人来欢喜，咱无需要靠这来定义家己，颠倒咱爱定期离开这个代志，透过伫旷野内底祈祷，甲上帝亲近，才会当无互家己，互这个世界会才会扰乱。互家己的心变痴迷，袂记即上帝的心意。路加福音第5章16节、17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有一日，耶稣在教示人，有法利赛人甲教律法的先生伫遐在坐，因是对加利利逐乡舍、甲犹太、甲耶路撒冷来的。主的官员甲耶稣伫地，互伊好人。主耶稣的服侍，吸引侪的病患，以及互鬼附身的，随上也吸引法利赛人甲律法师。这法利赛人甲教律法的先生，因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想讲：我要来看卖啊！我要来亲目睭看卖啊！关系这位传说中的列比，就是医生有外高，所以这个人嘛要来伫边仔紧紧看，看讲哦，这个人是生做怎样，生做啥款？总是咱读到。路加呢描写主的关联甲耶稣伫地互伊好人，这就表示耶稣的医治毋是我靠家己，是我靠上帝。路加福音第5章18、19、19节是安尼描写，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哦。来，拄当有人将仆仔光变碎下来，爱要光入去。下伫伊的面前，因为人多，找无芳通光入去，就上厝顶，对厝角中，将人连仆仔推落去，下伫中央，伫耶稣的面前。我毋知影，咱当感觉光过人。我的爸爸伫伊。过身进前有差不多5冬久的时间倒伫门床顶。迄时阵我的生命的任务就是半暝3点、透早3点起来帮伊冰身。当时就是伊已经散到，因为当时上尾是用迄个灌食吼，咱了解吼，就是散灌。的方式，总是我阁犹原会记真。我若要抱起来，要去看医生，拢爱开真侪力。
所以一个普通的人要跟一个人，其实是真困难的。特别是一个变水的，咱通常拢讲啊，你嘛出一点仔力，互我安尼来你擦的、换的。总是一个变水的，这个变水的应该是全身躯无法度出力的人。路加并无同咱讲有偌侪人在跟伊，真明显，伊是这个人跟伊的人是变水的朋友。然后因想讲，阮听讲这迄个耶稣医生来啊呢，我要来跟阮的朋友来互耶稣医治啊。这讲，规群人拿真远的距离。爱用真侪人，加出真侪力，因为迄是叫做光扑仔，光伊咧倒的迄个扑仔，规个拢来光来，所以光来到遮，结果迄间厝煞拢人啊，客袂入去，因做啥物动作？因只有迄个上爬到厝顶，拆厝顶啊。咱会知影这个动作一定真轰动是安怎？因为咱想象就知影，若这个厝顶即摆叫拆去，啊，一个人拄啊安尼堆落来，啊你会听牧师讲倒来是看迄，一定看迄嘛，对无？所以这项代志一定造成因的扰动，啊，然后迄间厝的主人一定心内咧想讲，啊，我的厝顶去互拆去啊，要安怎吹送背啊？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冒险，这是一个冒险的行动，总是搁较是一个对主耶稣信心的表达。因为安尼，主耶稣才有这种反应。路加福音第5章19节，落去咱读到主耶稣安尼反应，做伙来读。耶稣看见因的心，就讲：某人。你的罪啥啦？真奇怪呢！咱敢会感觉真奇怪。啊，头前迄个耶稣直接就讲：我请啊，你就来医治。啊，这个呢，他会来讲：你的罪啥啦？你无罪啊？是安怎？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虽然这是一个医治的故事，总是这个故事要照着主耶稣的医治，对咱就是当时的人讲主耶稣是啥物人。当然，搁较咧说明伫主耶稣的服侍，实际上这就是主耶稣服侍内底第一遍的冲突，伊甲这个宗教领袖的冲突。因为刷落来，这个人要来紧看主耶稣是啥物人物的人，这个人就有一个反应。路加福音第5章2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经学师甲法利赛人就议论讲，这个讲签悬滥散的话是治罪啊！上帝以外治罪会赦罪啊！啊，这个我被讲话的人是谁啊？这个人是谁啊？这群宗教领袖发质疑，咱来知影，不管是迄个太过的，就是变水的，因拢是互当时的社会甲宗教排除在外的人。实际上，古早犹太人的社会。认为你这个人破病，就甲你的罪一定有关系，你一定有犯罪，所以你才会破病。这嘛无稀奇，因为台湾人嘛安尼想。咱台湾人古早的台湾人嘛是安尼想讲哦，你这个人破病，你这个人安怎一定顶世人欠啥？一定是得失着啥物货，你才会安尼。
这连台湾人嘛安尼想，所以免奇怪，这种想法无真奇怪。所以当时的社会是需要这个人破病的医好，需要透过祭司来鉴定。所有的人拢共款咯，爱祭司鉴定了，你本来是变衰的对无？这摆会行，安尼你准会当入来敬拜上帝，你准会当成做上帝百姓的群体内底。你早前是太高的，安尼我来检查看觅。好，安尼你即摆无太高啊，你准会当入来。是拢爱透过祭司来鉴定。安尼才会当得到迄个社会认同，才会当重新转来到社群来生活。这是当时唯一合法有官兵宣布这个人罪赦的唯一的人，所以主耶稣一开始是扮演祭司的角色。当时只有这些当做这样代志尔。换一句话来讲，就是阮的人，这个法利赛人甲律法的先生，就是阮的人啊，阮的人才有资格会当宣布。你是啥啊？你是啥啊？换一句话来讲，当主耶稣讲你的罪赦啦。直接冲击的，就是当时信仰的体制甲仪式。所以，路加福音第5章20到24节刷落去，才会安尼描述。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哦。来，耶稣在因的议论就应讲：恁心内底议论的是啥物啊？讲你的罪赦，也是讲你起来行，打落一项较紧。总是要互恁知，人子伫地人有权通赦免罪，就甲变衰的讲：我甲你讲，起来，举你的仆仔，倒去你的厝。用实际的角度来想，用嘴讲较紧对无？所以我讲你的罪赦啦，安尼较紧对无？绝对比互这个人起来行较简单。总是当时的人的观念是，因为人破病，因为伊是一个扭曲，离开上帝为伊所做的形象，迄叫做罪。所以，人真正要得到医好，不止外口的这个病症，包括伊的内面爱得到赦免，安尼伊才真正得到医好。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耶稣的医治，伊透过大声的宣泄，命令伊起来，这就是对这个变衰的完全的医治。总是亲爱兄弟姊妹，透过这个历程，主耶稣嘛咧提醒咱。咱无应该只有注意到人的身躯有好势，有得到医治，然后咱就讲这叫做信仰。咱更较爱注意的是人的罪是毋是有得到赦免？因为罪得到赦免，互上帝来接纳，就是人通经历上大的恩典，也是上大的毋望，兼毋是咧。就亲像咱所点的这期垃圾会，上尾咱来读过了，所以25节到26节，圣经是安尼写：迄人伫众人的面前，即时起来，举伊所困的，倒去伊的厝，归荣光上帝。众人拢昂仰，也归荣光上帝。佮满身惊吓，讲咱今仔日看见意外的事。意外的事，伫原文是反常的事。换一句话来讲，众人的回应是：嘿，这我无法度理解呢，是安那会发生安尼？
这个代志实在互我原本的想法完全颠倒、反转，总是我去亲目睭看见的。那安尼，我要将这个也归因跟上帝，将我的惊吓，虽然我感觉这无可能，总是去发生啊！我要将这个拢归因跟上帝。信仰的学者 N.T. Wright， 伊是安尼回应人对伊问这个问题，讲一个人是安那会受苦这个问题。伊时常用主耶稣去到列撒路的坟墓头前来思考做例。这个 Wright 伊安尼讲，检采有人会问讲，这个思考的主有啥物路用？思考的主会有啥物路用？啊，我嘛会当哭啊！任何人拢会当哭。阮需要的是行动，需要做啥物？耶稣思考有啥物路用？伊安尼应 ，Right 是安尼应。伊讲耶稣思考就是行动。事实上，伫福音书内底，每一个人拢有思考。我相信这个变水的、这个太高的，因一定有真侪暗暝的思考。亲爱的兄弟姊妹，我嘛相信，伫咱的生命内底，嘛有真侪暗暝的思考。咱受病痛苦楚的时，咱受委屈的时，咱受到困迫的时，咱受到伫咱生命中有最思考。所以不只是主耶稣思考，我相信咱的生命，咱每一个人也有最人来思考。总是思考的主。咱珍视的是迄位创造世界道成肉体拿撒勒人耶稣，伊毋是坐悬悬，然后下骹看讲好啦，安尼我来甲你做伙，我来收拾你所拄着的病痛，毋是主耶稣来。伊是要来宣告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主耶稣来，伊是要用手来摸咱。主耶稣来，伊是要互伊的双手互抢擦。地教会当伫咱中间拯救咱。就亲像保罗所讲，《罗马书》第8章2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个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因为咱毋知影要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独圣神家己用未讲出的吐气替咱求。亲爱的兄弟姊妹，当咱吐气的时，当咱痛苦的时，当咱啼哭的时，爱会记得主甲咱做伙啼哭。圣神伫咱内底吐气，当咱知影这个，会互咱感觉得到安慰。同时，这事实上也表明另外一项，基督教甲其他的宗教上大的无同。基督教甲其他的宗教上大的无同，就是咱有迄位愿意望咱。甲咱啼哭的主，就亲像咱圣歌对今仔日所念的这位朋友同款，伊诚做咱的牧者，也要诚做扶持咱的。台南县盐水镇，伫日本时代是北台南上重要的城镇。当时日本时代咧规划火车经过的路线，一开始是规划经过咸水，然后咸水人反对，是安怎破坏风水啊？
那破坏风水啊，那火车过，补补吼，破坏风水。地到后来就改火车就行新营，叫无拍算到现在，咱也记得咸水只有风炮、元宵气，放了就无啊。后来发展去往新营来发展。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爱咱性命的反转，伊要呼召咱去改变咱性命的顺序。伊要互咱看见咱进前未捌看见的代志，因为咱活地的这个世界有真多，互咱新的视野甲新的角度。就亲像我的妈妈进前拢无手机啊。当我咧来问的时阵，你当爱一支手机啊？伊讲袂，我袂晓用。我毋知咱中间到即款时大人吼。伊讲伊无法度用啦，伊迄袂晓用啦吼。后来我今年就买一支手机啊，互伊。迄个我已经迄个。几当前用了，就互伊吼。结果伊即摆逐工拢送一个贴图互我，早安。有可能咱面对新的事物，咱会感觉真兴奋，甚至咱会感觉这我袂晓，我会惊，我毋知影要哪用。总是有当时啊，其实只是咱。毋敢去冒险，甲行入去。伫这个世界，是咱伫顶一世纪完全无法度想象，这个世界车会自动伫路面安尼行。虽然有电影有过过，但是咱完全无法度想象会变做啥款。换一句话来讲，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只看咱愿意去看见这个无平常反常的代志，然后接纳伊，知影这原来是上帝的权能甲伊的旨意。当咱看这个反常，就是非常无平常的代志了后，咱会当换一句话，换一个角度。将这个来归荣光上帝，这才是咱今仔日真做一个基督徒，真做一个受呼召的人的使命。是咱有毋望，这个毋望其实是要对咱讲，虽然咱会惊，咱会软弱，总是圣神要帮助咱。咱知影有一位为咱提靠、体贴，咱讲我肯的主，因为安尼，咱通有勇气做出改变甲行动，将一切归荣光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的软弱甲罪性。这个时阵，阮互这个世间困乏，阮有当时啊青迷，看袂见上帝你的荣光。有时阵，阮也真惊，因为阮所活的这个世界变化太多，病毒也太严重，因为安尼阮会惊。总是主，你知阮惊。阮知你是迄位讲我肯的主，求你帮助阮，互阮听见，知影阮的软弱，总是阮通倚靠你来面对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求上帝帮助阮，互阮若亲像伫黑暗的世代内做显出主。你小小蜡烛火点出来的光，
帮咱互阮活出这个气力，甲毋忘。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你阮心。三甲内音圣诗279首，恳求上帝怜悯。圣诗279首，恳求上帝怜悯。会众请起立。恳求上帝怜悯，甲我是阮属乎的出欢喜的面，阳光普照路步，天的保佑救世法度，天的保佑救世法度，因带人类行出道路，天的万邦万国，何乐上帝尊名，大家欢喜快乐，诚心感谢出声。地面前人，上帝的你。地面前人，上帝的你，心花万面，拢加公义。你的万民万族，地主面前何人？恳求上帝赐福，土地是出进步。天地赐福，祝福恩惠，上帝刚好，修事恩惠，比比海角，前路见位。会众请坐，即时来奉献，请罗建议副基方执事来施献。头一摆来教会，毋捌奉献意义，通免奉献。会众请起立，因奉献的诗。
报告大生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上头前，先由我读一遍，请兄弟读2遍。总是要互恁知，民主伫地里有权通下面做，就甲变水的讲，我甲你讲起来，压你的铺仔倒去你的厝。路加福音5章24节，请。民主伫地里有权通下面做，就甲变水的讲，我甲你讲起来，压你的铺仔倒去你的厝。路加福音5章24节，总是要互恁知，民主伫地里有权通下面做，就甲变水的讲，我甲恁讲起来，压你的铺仔倒去你的厝。路加福音5章24节，请掀开周报头一页。本周下周主日礼拜，服侍当天，请家己注意备办。主日学各班别。教育部课程时间内容，主理的老师请家己注意。周间各团契甲社区在艺班聚会地点内容，主理者请兄弟踊跃参加。教会各区组小组的聚会时间，请大家注意看，踊跃参加。第3页，顶周奉献。然后订单请中职来更正。消息报告：今仔日是大港节第1主日，礼拜进前有请主日学点大港节第1期希望的蜡烛。下主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要请社青团契来点大港节第2期信心的蜡烛。12月份1月中职当天是。林庄长长老拜六陈佩莹执事，拜日林家豪执事。教会消息：圣诞歌有订，登记到今仔日早起，要有订的请6楼办公室来登记。家庭报佳音公告伫4楼公布栏开放登记，到12月10号来早起。东门国小恢复主日开放会友来停车，请1楼摕停车证，再去停车。教界消息：12月3号新德中会妇女事工部年会姊妹，请伫顶日顶晡7点15分伫教会门口来集合。桃园平安感恩音乐会。时间12月4号暗时7点，地点伫国王演艺厅。要参加的请办公室来提票。以上，请牧师介绍台道。我手中并无接到这个第一遍来到咱中间兄弟姊妹这个资料。总是咱嘛会当细价小可看一下，所以头前后壁咱看一下，倒有迄个真看起来真青分，看起来伊的面就是真需要介绍的人。不要紧吼，免歹势，因为来到教会就是兄弟姊妹，咱通常拢真惊，有的人拢会甲我讲吼，无需要来介绍啦，吼，总是我是认为，互兄弟姊妹转来到。教会内底做礼拜，其实就是转来咱家己的家，所以咱互人知影咱是啥物人，其实是要紧，互人欢迎也是真严格的代志。愿上帝帮咱夫妻甲咱做伙伫地，虽然看起来个性拢真熟悉，总是我嘛要邀请咱大家等下平安礼的时阵，请虽然袂当握手，总是咱会当甲人。较亲密来讲一点仔话，愿上帝帮咱，因为看无你的面啦，所以你是笑还是哭看无，你知无？笑的时阵会当看到迄个目尾小可安尼鱼尾纹走出来总是嘛不要紧啦咱求上帝特别祝福人在，互咱真正享受咱有伫地面上兄弟姊妹。伊所想事的家，
伫咱中间。刷落来即礼拜有可能天气会变一寡变化，所以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咱的身体。愿上帝恩典甲祝福甲咱做伙伫地。上尾就提醒，假使咱若要欢迎家庭，若要欢迎，互阮去报佳音，请即时就会当开始来报名，然后伫杂志了后，我就会联络咱即小区的人做伙来报佳音，会排定时间啦吼，所以嘛请留落恁的名甲电话，互阮会当来联络。愿上帝恩典，甲咱逐人做伙伫地。上营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上营煞请牧师祝祷。会场请起立。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被家相信，阿拉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直到万世。阿门。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即是来行平安礼，会场请起立，互相请安，耶稣听你。